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6月19日，欢迎收看这里为14号中嘉台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市政总指巡。根据了解，维管大楼原地中间的基地总共155坪，有计要起地上12层、地下2层的停车场。嘛，因为基地无大，所以未来停车位需要设计机械式较高。不过，安尼设计将增加风险甲无方便，所以议员陈秋平伫总指巡嘛特别为中建和清明，希望得到市府的协助，另外做规划设计。维管大楼40户的住户选择原地中间，有计建设总共12楼，有地下2楼的停车场。但因为基地面积只有155坪，所以目前只可将停车场规划做机械式。如果要做成有坡道的，将需要更较侪土地，增加更较侪费用。因此，住户透过议员陈秋平向市府反映，希望得到协助。因为他们的户地不够大，他们的总面积只有155坪，可能要设计迄个落地下道迄个坡道有比较陡，所以目前他们的设计有采用机械式升降梯嘛机械式升降梯也是机械嘛，机械它会老旧，它会故障，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很担心，是不是呢这个以后的安全。他会危及到啦，所以因大家拢足烦恼。我是毋是呢？就这个角度，咱嘛是会当甲看是毋是会当甲做协助啦未来你若阁起较大间，那你家己爱先去估算讲你原来你安尼爱付出偌济？市长，那个造价增加出来，我相信我甲话讲煞，我讲市政府则根据你所有的需求合理，甲你帮忙。因为你原来的财产已经甲你补助啊嘛，你要定变要起新的，你要起偌大起偌好，你要哪设计，这拢尊重你的意思。市政府合理，符合社会公义，甲你帮忙。另外，台南市道路有未少的水沟挂，因为设计不良，也则是施工的问题，造成骑脚踏车的民众下个受伤。议员陈秋平是要求工务局做全面的体检甲改善，而工务局也答应未来会将水沟挂做统一的标准。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针对后一年市长遴选的议题，议员郭秀珠想要利用总指巡建议副市长颜顺泽，若是想要选市长，应该辞掉职务，专心选举。而且未来若当选，应该将市政中心刷到麻豆站门区，以解决溪北被边缘化。现在伫台市真侪路口，拢会当看到市长赖清德甲副市长颜顺泽徛做伙，佮写着无缝接轨的大型扛棒。对此，议员郭秀珠趁到市政总指巡的机会，询问副市长颜顺泽，若是当选后一届的市长，是毋是有自信会当做了比市长赖清德佮较好？但副市长却拒绝用是也是毋是的方式回答。今仔日因为我甲伊质询，你的知名度悬起来。你若万一你当选市长，你敢会当做比咱赖清德搁较好？你甲我印 A 甲 B？ 这个物件袂当安尼比较。时代需求。你点点？你若要安尼，我无安尼，我无甲你回答。你无法度，啥袂当回答？我甲你讲，我的答案。我相信你点点。我的答案毋是我的答案毋是 A 甲 B， 你若要安尼，我就袂甲你回答。你无爱回答，你就莫回答就好嘛，因为你无法度讲嘛。因为咱不是我无法度同佢讲，是你抢我所来，一定要做是非题。是啊，我要甲你讲，时代会改变有新的做法。延续这个议题，议员郭秀珠希望副市长颜顺泽未来若是做了市长，会当将市政中心刷到麻豆站门区，以带动地方建设，解决溪北地区被边缘化的问题。你若当选市长，你要直接承诺无？你有法度把新的市政中心刷来麻豆，刷来咱站门区，刷来咱溪北，互伊咱溪北绝对袂当平衡，绝对袂叫边缘化去。你有法度无？来，你有法度无？你莫候选人一定爱端出
牛肉，吼。我会尊重所有市民的意见。这个物件，市政中心要煞是规个台南市的市政中心。我想每一个区拢有同款的意见。后一任的市长，你迄个，我想国议员吼，你不要强人所难啦。今仔若讲宪法，若讲叫我要市是要做宪法，做安定，做新市。我就甲你讲，尊重市民的意见，本来就是安尼啊。在关心市长接班人的同时，议员也针对鼻头排水、下营南外环道路新开辟工程、满岛工业区重划进度，以及龙田火车站建设转运站等等的议题来提出质询，提醒市府爱加快速度。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市府持续推动优先电话卡比赛，今年嘅卖力第5档，扩大到19个行政区49条路段，希望透过日前的网络投票加接衰专家评鉴，鼓励在地社区加商店主动参与，将路权献给行人。优先电话卡竞赛考评，今年卖力第5档的评比，总共有49条的路段参赛，透过网络投票加专家评鉴2项评比。14号下晡，市府也举办考评委员的颁发证书，市长也呼吁有占用电话卡的店家，会当趁这个机会改变再出发。我们台南市现在仍然用骑楼做生意的店家，想想我刚刚讲的2段话，人潮来，钱潮才会来，恢复到以往的逛街的生活。那第二个就是。时机到了，你升级的时机到了，就是可以到你的店里面做生意的时机到了，因为你卖的是观光客，已经不是出品陶味了，你的生意变多了。你看看常常假日的时候，你看那个大排长龙，又或者不是假日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我说，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们需要更多市民的支持，让我们这个政策呢越走越远，越做越成功。市府表示，实行电话卡畅通计划以来，在各单位的协助宣导、甲店家配合之下，电话卡阻碍情形有明显改善。希望持续执行，借此唤醒市民的意识，共同来维护用路人行行的权利，创造友善的城市人行空间。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厝大的朋友的后生男子2档外前因为车祸当伤昏迷，转到高雄荣总台南医院住院治疗当中，伊妈妈都来亲身照顾，甚至每一天对后生讲阿母要搁再生你一摆。结果持续要1档的时间，男子慢慢清醒，已经当落眠床。而这款母爱所创造的生命奇迹，上我介嘛特别表扬，场面相当温馨。高雄荣总台南医院的大厅上午传来阵阵音乐演奏声，吸引不少民众甲看诊患者停下脚步欣赏。开始间为了感谢成人基金会甲万安生物科技长期协助贫困病人爱心奉献，特别伫岁末举办感恩音乐会，场面相当温馨。会中院长都来亲自表扬，感谢2个单位爱心，嘛将一名因为车祸当伤、手术过后昏迷，被转来家院治疗的朋友男子，伊妈妈每一天放下工作，专心陪伴，不断甲伊讲阿母要搁再生你一摆。结果1档外后，奇迹醒来，现在已经落眠床，坐轮椅的故事要甲大家分享。他一直在孩子旁边鼓励孩子，阿母搁再生一摆好不？妈妈再生一遍好不好？再生你一遍。所以经过了，真的好像怀胎10个月一样，孩子又醒过来，有互动，有流泪，会坐下来。本来以为这就是奇迹了，可是后来没想到，他还能够再站起来，扶着拐杖走，推着轮椅，而且还会叫，现在会讲的声音是什么？会叫妈妈妈妈。伊带来都。较无主角啦，即阵来讲呢，都是病院的照顾照顾有加日啦，小感恩的。是要不年外哦，年外有。
用爱来创造生命奇迹故事，嘛希望让更加侪人知影感恩、甲爱无限的力量。听新闻官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为迎接圣诞节，新老病对11月中旬就开始伫院内布置，同时伫12月14号之间举办联合音乐会，除了有诗歌分享，也有现代艺术中心的曼陀林乐团演奏，后来到病院民众甲患者感受圣诞节的气氛。由新老病院岳母部的笑诗班开场，正式为庆祝圣诞节的系列活动揭开序幕。新老病院为了将圣诞节的气氛带予来病院的民众，也有院内同仁，特别为11月中就开始伫院内进行圣诞节的布置。更加伫14号今仔日，邀请现代曼陀林乐团进行表演，让现场的民众有机会欣赏到美妙音乐。那基督教是用一个很高兴、很欢欣的心情来庆祝，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医院也希望把这样的心情，散播给每一位来到新楼医院就诊的病人跟家属，让我们的服事成为上帝祝福人的一个管道。那今天很高兴，成大艺术中心的曼陀林乐团来到我们这边，其实他们也花了很多的心血来训练，那他们很乐意摆上，让他们的喜乐，让他们所训练的能够带给我们的患者很好的安慰。现场牧师也为大家讲解圣诞节的意义，同时也举办有奖竞答，也有填写祈福卡的活动，透过将祈福卡挂伫圣诞树顶面，让所有的愿望拢会当实现。希望所有的民众拢会当接受到来自圣诞爱的礼物。台联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听新闻，今日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曾因为庆袍案件，在家15档的老家国在家期间而自卫，并且不断练习，成为一位优画创作者。而伫出家以后，在台南开一间画廊，被希望传授的画图技艺，和兴趣的优质。金星林画家刘莹，本名刘家国，因为15档前涉嫌庆袍顶案件被判20档当刑。而家服刑了后，伫画家老师教导之下，从来无画过图的伊，对着老师学习，为工班伊甲学生的画作，规当泡茶、啉咖啡，提供金星林也就是艺术家一个交流平台。因为我想要提供一个平台。要互内底的受刑人以后转来，若有参加艺术的这点，袂去转去，大家当用心发展去。安尼，我因为这个是我的兴趣啦。我都入狱伫内底，我啥物拢袂晓，我就学会晓画图。真感谢台南监狱伊提供我真好的场所，互我发挥这个画图，我发挥这画图的长才安尼。我是较
较希望讲吼，政府单位也是迄个人甲咱斗相共，因为阮遮个更生人吼，嘛毋是讲大家拢是出来拢是为三做的人，嘛有真侪真可处的人，安尼。啊，我是希望讲吼，互阮遮个人一个机会安尼，啊，甲我将遮个艺术的迄推广出去。伫开幕当天，包括嘉义教化科长、金星林协会主任以及侪贵宾拢到场祝贺。连进前嘉义农村也选伫隔壁白乌石饼。未来刘家国计划伫基隆3楼开设美术教室，并开办授课，推动金星林艺术创作可能性。但是文林跟采访报道。为了互偏乡儿童买单感受圣诞节的欢乐气氛，但知名饭店邀请西港地区的弱势儿童来制作高水奖饼人，同时要将这些作品以每一个50块的价钱来举办，全部收入捐予伊甸基金会作为弱势学童的课后辅导基金。伫咧法国总铺师罗伦的示范之下，来自西港一寡小朋友拢相当专心。学习如何搭配设计，如何控制力量，制作出高水的奖饼人。为着要回报经营酒店的用心，这群小朋友也伫咧现场表演了因准备了真久的太鼓表演，为饭店带来热烈的气氛，会当帮助弱势小朋友，业者也感觉非常有意义。我们希望他们在小小的年龄就会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教他的就是怎么去钓鱼的技巧。虽然说言之过早，但是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年龄，也许他们会觉得说，哇，这是很好玩。我们这次安排的是那个做姜饼人哦，就是一个有趣的、应景的，一起来做姜饼人。但是这个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背后有一个故事啊，那大家可以去想未来我18岁之后。我也可以自己来开一个小店，或者说我进到经营酒店，或是哪一个酒店，我也可以去从事烘焙方面的工作。那我觉得最重要是在后面，是让所有就是你的家庭的这些资源比较匮乏的小朋友，他永远还是都有无限的希望哦。那么教你们怎么去钓鱼。那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偏向社区的孩子们。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偏向社区孩子，因为城乡差距，那很多的那个资源不足，到不了。那其实我们就是说，造成他们在学习上真的有很大的困难，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说，经营酒店这个部分，透过它的国内外这样的旅客的一个参与，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偏乡孩子的学习以及成长。小朋友伫咧饭店的安排之下，发挥创意，开始动手做属于因家己的奖饼人。业者提供的义卖商品，除了高水的奖饼人，也佮有这个泰迪熊饼干铁盒。全部义卖收入拢会捐予伊甸基金会，帮助弱势孩童。台湾新闻网号采访报道。伫寒流来临之前，嘉义邮理大学延续长期以来优良传统，就是举办爱心营养义卖活动。这个一碗一碗爱心，有咱外地学生，同时嘛将全数义卖所得捐予该校的愿望助学基金，来帮助更较侪困苦的同学。每逢冬季举办爱心汤圆义卖，是嘉南邮理大学一届传一届的优良传统。今年已经迈入第10冬。同时，今年也邀请阳光基金会口腔癌朋友做伙来参加，帮忙分装的工作，也让场面更加温馨。嘉南邮理大学学生议会希望借由济济爱心的活动，传达出心中有爱、将爱不在的理念。那今年呢，汤圆义卖是嘉药的第10年，我们今年已经传承了第10年的汤圆义卖了。那今年的汤圆义卖，我们的所得款项一样也是全数的捐给学校的圆梦助学计划。那我们的汤圆义卖这次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请到了台南东区知名的乳加花生仁汤，他们一起跟我们携手做汤圆。那我们这次很荣幸可以邀请到阳光基金会的口腔癌病友，他们一同跟我们共襄盛举。那我们这次活动在晚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特色活动，叫让弱势发声的草地音乐会。
我们这场草地音乐会都是以公益团体为主轴，那其中一个团体是身心障碍表演团体，他们是慢飞乐团。那这个乐团他们都是有一些自闭症儿童或者是一些脑损的儿童，那他们都是在外面的身心障碍的团体中参加国际的比赛，有荣获第1名的殊荣。那这一次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们来替这一场爱心汤圆义卖的活动做一个晚会的，就是加时，这样让我们今天整个活动可以传达到一个心中有爱，我们障碍不在的理念。今年爱心汤圆义卖善款的收入，经过统计以后，总数超过6万，比有期的更加多。当时校园内也有亲切的亲善大使，一个冷冷的天，献上温暖的拥抱，传达爱，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有好的开始。咱的新闻网号采访报道。在立位正是岁末感恩的季节，义光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嘛是知名的声乐家简文秀，在立位18号将带领一重量级的演奏家甲歌手首次来到台南开场表演，希望用丰富多元的音乐来关怀府城乡亲。在今伫世界比赛当中得到金牌声乐家简文秀，不止歌声优美，更是善用音乐关怀知名音乐家。今年初透过义光文化基金会，除了捐款1000万来帮助地动的灾民，今年底嘛要首次来台南免费举办音乐会，再来岁末的祝福。因为年初阮捐1200万，年底我要来唱歌给恁听，安慰恁的身心灵。所以呢，我想讲，像这次的音乐会啊，我不用包括我们的西大调管弦乐团，我来是30个，然后那个成员就是国家大交响乐团、长隆交响乐的首席，甲大学的教授，全部都是专业的来。中由简文秀带头难得音乐响应，也有金曲歌王殷正阳以及长笛演奏家华佩等重量级的嘉宾，要来演奏世界名曲。毛其中拉请到专庭到场来感谢，并且推荐市民参加。除了说是世界级的演唱家以外，那么他对台湾的本土教育对台湾的这个在地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支持。难能可贵的是，这几年来一直在做公益，用他的歌声，用他的影响力，然后在台湾各地传递美好的歌声这非常值得敬佩。演唱会就定伫12月18号下晡4点，伫台南文化中心嘉义广场，邀请市民做伙来参加，而且主办单位到时也有限量2000份的神秘礼物要来销送。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有时好天，这份的天气，温度20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收看12月14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